台基路亲子乐团的成员是由台基共学团的家庭组成的。为了要让台基家庭在摇奖过程有更较侪选择，因推出新的台基乐音乐册，用因创作的16条台基囡仔歌，带囡仔做伙学台基，而且用试的就当听到这音乐，也有台基词，而且也有找台基家庭的囡仔来配音，会当讲是一本大人囡仔做伙完成的台基教材。 看着土狗有几若食到遐，所以我用猫仔话甲都不爱互你食。喵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。猫仔话这条歌是台基路亲子乐团创作的台基囡仔歌，乐团的成员是台基共学团的家庭组成的。为着要推广台基世界表演办活动，今年因也推出第2本台基录音乐册，算看卖，内底拢总收16条歌，配合歌词画一幅主题图，互囡仔学台基词。 笨色烫，碰意。只要对导样直接试落去，就会当听到台基发音，而且佫是找囡仔来配音。乐团的团长阿英表示，其实音乐册是真侪家长斗出来才有法度完成的。阮伫咧摇奖的过程当中，又搁发现讲，台语的资源足欠缺，所以阮就家己每一个人出家己的才能，像我是较会晓音乐，我就。 加写一寡歌，做一寡编曲，有的人较会画图的，有的人较会做计划的，反正就是大家做伙来完成这个任务。配合16条歌参主题情景，要带囡仔学生活中常用的台语，亲像走开的驾驶、过车路爱看的交通标示等等，佫会当学顺公路另有偌侪铁马。体验过的家长表示，互囡仔听音乐学台语，其实效果真好，毋免点图笔嘛真方便。 伫市面上无看到即种教材，大部分拢是爱有点图笔，无你就是爱用手机扫迄个 QR code。你为啥囡仔会甲你讨手机去扫？你阁无想要互伊耍手机的话，恁就会无欢喜。伊这用手家己就当使用是做直觉，而且因为伊有歌啦，伊的歌阁足好听。 目前音乐册出版进程伫咧网络募资，截至第4天已经超过目标金额的5倍，会当看出台基家庭追求多元教材有真强烈的需求。乐团表示，过来9月因嘛会办音乐会，嘛希望吸引真侪亲子家庭做伙来行台基路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